料理係太香，料理量太加速，也形成青岛淡香氣咯。到一下香料還係香味，第一發洋洋嘅衝擊平陽風，係你重度嘅重要事。量太加速來自福建漳州潮灣地區，用主食做主要人群分類嘅年代，本然獲到明食同客家嘅一食有差別。來到雲林，我能透過料理嘅料理，帶出無窮款嘅家族故事，也是到無窮款嘅美食風景。潮灣料又按作松料、韓上香料、過身香粽，係家族嘅傳統，也源自中源自嘅故事。阿公，俺娘做係冇做生料，吼吼，生料吃俺啦吼，俺的祖先呐，古早吃香粽，明年或者正年啦。俺娘就變香料呢，因為認為較早，就一屆太善良嘅人，或者劉三九郎，劉三九郎好樣人咯，專門做善事做好事之處咯。廖年子本名仲年呢，元朝人，當年仲年呢，因為拍年糕之難，走到潮安縣。ที่เจ้าอ่อนเป็นเลี้ยววงยินสูเหลียว後來又เป็นเลี้ยววเจ้า做西農故所改相按做廖年子數到เลี้ยวว照顧嘅廖年子過身前交代子孫我阿公阿婆嘅恩情為三命報答子孫在世嘅時節為相料共有無錯事後應該相撞記得本鄉生死不忘種了兩全。上狀很對無？較早你若處理講招安客，因仔講聽無，啥物客，你講哪是哪毋是，所以人攏講拗客啦。我怎啊規氣用上電視第一期客家電視台報的，上電視最大好處就是講伊拍字嘛，拍招安客，所以全台灣看到的人攏唔敢講拗客啊。咁人嘅招安客呢，我貢獻我感覺佢足大足意義。哦，迄粒菜條有醬哦。嘿，就醬誒。啊，今年加數幾多？1斤40。1斤40，哎面。一條50條。一條買一條50條。秋冬嘅蘿蔔咧，係皮皮嘅梅花蘿蔔。等你哋啊。嘿。哦，俺要來羊毛。羊毛，就醬誒啦。來。你也袂真嘅啦。哎，就醬嘅啊喏。錯了。營養。櫃上嘅蘿蔔係家家戶戶嘅日常。菜頭啊，米絲龜牛，係一出中度看關，我一種無人地嘅特殊美食。洗較清氣，較袂刷刷。即吼頭這隻吼，較厚皮吼，愛有個食，愛吼口啊，即頭這隻食較厚啲。西槍削皮切太快。
这一个袂使卖伤济，这一块慢卖遐济。阿婆将切块嘅萝卜塞入玻璃瓮，将贴咗呢做白又巧，透视盐、糖同萝卜一层一层，将玻璃瓮塞满。喺萝卜温满嘅时节，倒入米酒，再用透视铺满，掀盖，将坚硬嘅蜂蜜保留下来。同风罩嘅萝卜干冇共样，腌萝卜也是保持湿润，带点喷喷袅袅嘅米丝。将萝卜对透视地位流出来，米块又系咸香嘅调味。含有10个。一时姜同薯乳菜头啊，就煮得出一锅简单、米丝又丰富的萝卜鸭汤，也出自家卤、自家煮嘅料理，增加祖孙四代嘅感情。好食哦，好嘅口味，好煮哦，你嘅口味哦，你这拢12月这时阵才有，像迄款菜头生，啊，你若迄长迄种长种菜头无生，迄生就会臭哦。实在嘅阿婆虽然无识也出料理，不过还系为到孙嘅准备，将阿婆嘅厨艺留到心肝度。差不多了。廖先生喺时代转换之下，喺园林议论多数人想了嘅状头，担起传承嘅责任。万宣庆祝平安运，国泰民安家和顺，福地吉人共命运。八公庙嘅装修喺冬节完工，相信带人生意嚟供货。恭祝新年祝成寿，新鲜小物敬千秋。请咱足官来甲大家讲句话者，一帆风顺。起台档，本身也用布台起嘅人工嘅。福禄寿一項不少。了无祖宗看论祖先当初的祖训，体看上了西装，古有重了；天一看不是牛看，低言无类，等等一共7条。希望后代记得自家的身世，也希望子孙可以兴旺长生。这都是之前对祖先。这个解释，也就是说，在之前的时候，我们祖先是来自于大陆的地方嘛，对不对？然后以后当中，我们的小孩子，也希望说能够说人才辈出。当然了，也是希望说我们以后当中所有的子孙们能够团结在一起。这个祖先他就发起了这个愿，建了这一个宗祠。对，那为什么它叫张廖原子宫？主要关键点就是因为当时那时候它建成之后，最后的话就是离开，所以回到姓张。那其他的外号都是廖什么这些都是。对汉西，佢特别睇嘅廖县长嚟讲，对城市嘅追寻，
有4事以後，出國重要誒，有關愛係乜嘅人，有關愛貼來嘅，有關信仰其他人嘅故鄉。三台人難得團圓，想到二樓分生命長安。五湖千色八公媽祖婆，可能久過了100個上分面容，重新安排了無人嘅必要計劃。帶護家人歸倫輩嘅暑假，係100療傷嘅天涯之旅。拄仔是拄着迄個婚禮的同鄉會，大家伫遐咧問講，你是單了還是雙了？嘿，尾阮專啊去查啦，嘿，尾时陣知影講，原來是阮是算是客人啊即邊遮的，嘿，有時陣會轉來甲爸爸媽媽問着，講，姑媽牌嘛，啥那會寫細張安尼嘛，嘿，就是有去講着這個故事就對啊。要不然其實以前根本就不會去知道說什麼叫雙薪料跟單薪料這個東西。順豐下等相撞嘅阿公婆豬排，雖然呢對自家嘅故事感覺到好奇。之前那個地理報告的時候，有剛好就是要介紹地名或者是姓氏，然後我有介紹雲林，然後還有介紹到我們姓氏，就是有單料跟雙料。活的時候是姓廖，然後以後掛掉以後要姓張，廖皮張骨。到阮即马來已經唔知幾十代，對無？我會記得我是即馬唔知是第1輩啊，第2輩，我只有8數。到这啦，要做糖醋排骨头家娘。这会使啦，这今仔日的吼，今仔日的吼，这要交偌济？900外块安尼就使，嘿嘿。100外块。加迄落。替護家人難得團圓嘅日子，準備一座澎湃，係可以好好安排嘅事情。早晨嘅輪貝市場規模無算大，對老主顧來講，賣菜唔是拖拖驚驚。對熟識嘅攤呢，更加記記就好。食以後，細細世界嘅美食，回到我家嘅感覺，一直真實。賣菜，古味道獨爆，唔過皮也會賣菜，古味道相互嘅思念，也係冇辦法用方式表達嘅。每擺行市場。行過短短嘅街路，200嘅腳步，應該要比上排過慢。雲林係台灣嘅農業體驗，食菜啲農產無稀奇，食自家種嘅也無稀罕。哦，你看日頭啦！難見。順等退流嘅速度，行向太海嘅方向，行一步，浪就退一步。喺離岸風機前停下來，一來嘅又會拍汗呢。無風嘅日咧，人人看顧下嚟前拍汗呢，呢條西多人學學。定安就知啊。俺家因魚打落大嘅。啊。雖然呢，
搞搞闹闹，食得食唔得，物价又流，产量大，品质又好又快，係高貴嘅成果。冇錯，米係呢鹹師傅喺海裡邊磨好，有鹹有鹽嘅海水跟沙，嗰種生夫咩都很過快食。小时候的时候，他会知道爸爸妈妈他们有去那个地方去捞过那个白蛤，然后所以说也会好奇想要跟着去边尝试嘛，所以就是说知道说那个地方有那个比较特殊的这一种所谓的白蛤的东西，它刚好就是比黄金蚬来的稍微大颗一点点，然后但是又比那种文蛤来的稍微小一点点这样子。喺水淺嘅地方，一下一下喺沙灘表面爬。下巴嘅亦都記得太把痕，唱到煙點。下巴嘅日唔到，出土灘頭巴要一封鳥。無啥人啊，紅燒甜啲啊，老啲。第一，我過吼，我同阮太太兩個人掠超2點外鐘，掠到吼，阮兩個大無外超，上少超我200斤。啊，等到捉到了未有？啊，即擺遐唔捌過，我唔敢過。啊，無人過掠。無人過，我就唔敢過啊！驚海水吼，漲潮起來走袂離。你老去。南風皮，北風秋，拍下呢，喺觀察亞塊土地變化最直接嘅指標。差不多農曆3月跟9月，這站是上肥嘅時間啦。啊，你若個9月，因為阮只9月北風就落來啊。你若北風落來時陣，伊就會散。個年料之前，要風樹歸屋卡。比起拍旱呢，樹林地邊嘅植物就好潛加多。米叫嘅葉泡，就係樹成過後嘅天生，那一支細粒嘅，在葉樹蔭下，日頭曬唔到，冇能滿天飛。迄就靠到阮遮的山林管理处的土地，较早上风林咧炸风的啦，咧炸风种毛红，啊，管算讲即摆伊就毛红死去就无搁种就人4块恁等的人就去种个乌木仔地啦，种乌木地遐种，啊种到尾就规片拢种乌木仔地，啊是阮遮人若要食拢伊会互挂，拢大家拢去挂啦。哦，来哦。这边。就是觉得挖竹笋它需要一种角度跟力道，不是像一般这样切下去然后就可以马上开，它是要一种技术的概念。我看到爷爷奶奶他们切的时候，哦，那个超快，然后我砍的时候砍超久。用推的。
礼佛嘅祖先列咗幾條祖訓，先公人上下，一天治水清，四處迎風煙，坤沒有陰熱心。頭幾先說明一路行來嘅辛苦，希望子孫要繼續保持。百業以樂之，千秋記事長。最後也勉勵後輩安居樂業，加速興旺。我係崙背鄉哦，南梁社區，我係理事長李國平。那菜沿崙背和沿崙煮吼，大部分攏上梨甲上了船，大部分啦。啊，來沿崙背梨較多。理想係雲林州岸客嘅大家族，睇到有一隻功夫小可。獻祭嘅時節，大家要公開表態，一定會大本理鄉長出來獻祭，一塊鄉里。幾分減一分鄉里一定節目，菜沿崙背給路啊！我們這區的代表都姓李。由櫃台邊美濃瓜田嘅李國平，本身就係民意代表，不過佢入是節目，參時做禮物代表。半夜帶經過風采牛肉嘅美濃瓜，又重新打制，輪擺種美濃瓜，又記下台灣嘅歷史。喺崙背吼，種美濃瓜較早，美濃瓜可能種到近應該5、6年已經應該超過，因為連美濃瓜自愛講嘅時代是咧做，愛講也佫出來去嘛，求生外勢啊。啊，所以愛講比愛爸佫特別愛，應該超過60年。多子多孫嘅美濃瓜，果子嘅不良率偏高，清油剥開葉嘅甘甜，一粒一粒清。錯甲迄年家所在地甲分吼，好啊。好，等下就別啦。好，來。那師傅，咱你去買啊？無種嘅是恁甲加去，種伊變老就毛嘅。也求美濃瓜田，喺個台糖甘蔗輪作嘅後港時節中嘅，面頭前蔓延嘅喺美濃瓜田，甜蜜。就係甘蔗園。啊，因崙背咧種一番果仔時間吼，因一年就差有無使種兩開。哦，大部分因而家咧做起攏佇過年了種一遍。啊，若天氣起，差不多佇咧差5、6月時陣，佫種天氣起。差不多過中秋年，差不多是迄群無種。因為因佇崙背甲所是北風落來，佢種起來較無適合，所以是無種。大部分一年種兩開嘅應該是。日頭下托出來嘅瓜，還會射槍，再平甘一擺。跟水上樂園嘅設施有一些相像，浸水器、淋水器、滾筒打車架。射天內將，再用現陣海綿出到油油金金。滾筒打車架嘅設計係對小排到大，最細粒嘅美濃瓜，佢鐵管得下來；最大粒嘅美濃瓜，做得到最尾一管。唔過，不論鐵內管得下來，又有嚴格嘅平江委員嘅定過關裝上，冇過關就變到順行。送到 NG 期，完美嘅美濃瓜，命運就喺裝上，送到各地果子店。冇安醬嘅瓜，命也不見得賣。來到食堂嘅 NG 瓜又記下來，送到明顯嘅係本蟲嘅豬嘅，皮黃黃嘅
係本一條西上嘅，有得看起來長長嘅，係無聲意踢咗割下來。我贏啊，快炒啦！我掉小濟啊！是可以的呀。哎呦，你行了，已經完了。他怎麼照我呢？我多。是咪？遐青迄無要烤皮啦。啊，就是愛經的青的搞皮就去烤啦。哦，這個好吃哦。下水撈醬。食同地杯嘅素婆白面其實清啲，看嚟講，假使個嘅果子冇一天好食。等到係也到呢件奉上嘅，真係又甜又香。叔叔擺出流水線，大頭針嘅鬼殺素，將鹽焗嘅米龍瓜削皮切塊。瓜對半切很簡單，兩下半切後，只要幾下分鐘就嚟打水果。仔，哦，釣伊就講吼，愛管較濟。有啦，我烤安個話無清氣嘛。冇底老闆人家嘅人負責日業，那條工嘅生意日，唔過啱用嘅生意。也冇辦法克服老化嘅問題，而冇一槍，就會本後輩嘅影響。最尾來到切腰嘅階段，將米龍瓜削咗反酸長嘅體勢，做得條條生意在，也做得路人保順。攏沒攏過就是。底部底就是落去炒物件，炒肉。愛食啥你就甲煮啥安尼。赤皮啊落去做醬瓜安尼混起來，無藝的人較有法度食，食較會個較軟。經過人嘅觀察，數模店、做飲模店，真係沙期料理好食嘅關鍵。叫對我間要對鴨啦。係。佢哋倫北嘅好處係食得到各式各樣齊齊嘅青菜果子，嘅鴨鵝也相同，日出嘅鹽也冇打上，有味本富強嘅嘅鴨鵝，嘅甜甜美美嘅米絲係米龍瓜最甜嘅餡。第四日還有幾下點鐘，飲水下無sau無息，水面點索索。啲身為菜天美食嘅路行，係呢係啲用人。他個準備嘅時節。阿咪間有學順學好嘅，像平時樣嘅做出各種料理。算講吼，燒熟了吼，燒熟了啊，再甲泡一禮拜，啊伊就發酵，啊就會變酸。啊你若無愛食酸的人，就是
混起来熟安尼吼，咱即摆才甲水互冷了，才甲菇笋也有冷，才菇开冰安尼就袂酸啊。做阿妹嘅人有啲，啲食材睇出嘅嘢咧，我相信辦法，將相同嘅食物變出冇相同嘅味絲，如喺改變風味嘅方法。笋嘅切太快，用滾水殺青，做得愈酸，也做得愈鹹。廖县长跪到屋卡，一撮人行啊嚟，出嚟野外，按要過到娘嘅，順風嘅帆船打字打到夾夾，塞起來真開始愛打字。天南風嘅黃鸝已經踏好沖天炮，行到棚下，斷皮嘅脆瓜如何食得？不過嘅切陳茶也算上來講。實體快炒店做事嘅廖縣長處理食物一定實數。火嘅態勢，落鑊嘅角度，分量嘅大小，卡鑊拿餐又有韻律。農村地輩嘅飯桌，聽說有一出茶飯嘅料理，一擺做櫃台鑊。食唔吃，下一場再來。原來鐵生飲下咩瓜，西昌過後當面，跟雞春、牛肉落咗一團，又一出飲下咩瓜牛肉，嗰度拍飯又唔驚冇人食。蒜頭從嘅強香，味就甜味，係熟悉嘅台菜味絲。可以用落嘅拍鹹呢，唔是標鹽，唔拉鹹，就係拍鹹呢，標唔拉多。脆瓜跟鹹呢，應該冇乜嘅好少嘅。唔過，照廖屋人嘅講法，野生拍鹹呢，比市場行嘅鹹呢個刺、肉、個嫩、個皮，對上都熟，就啲鹹呢白在嘅下。如果說像說我們可能要回去北部，那因為這東西它是比較不容易存放嘛，所以爸爸媽媽他們就會再提前把那些北拉。把它稍微把它給做一些簡單的處理，然後把肉給挑出來，把那個湯汁把它保留下來，然後用冷凍的方法，讓我們帶回到北部當中去。簡單料理方法，好比說燉雞湯，然後或者是說拌麵的方法，煮麵啊，煮麵方式給小孩子吃這樣子。如果有學筍，有淡淡嘅發酵酸味，比起筍乾根本冇算酸。加出3層醬嘅皮油，喺鑊度燦出18香味。順便用豬油炒，上菜嘅香味吸收肉香，一出有學筍炒3層醬，簡單加爽。
市嘅笋呢，跟市区嘅拍咸呢做鸡肉，水滚咸嚟開，是要時間也多誒。團戶雖然呢財寶難去，高難書記嘅總算行出大門。飯前行拍咸呢，係沿少數做得體驗農村悠閒嘅法通。一粒拍咸呢開在，就有一粒不認識黑。有沒有要開的感覺？哦。行嘅幾百年，一貼一個嘅只有咸嘅殼。會燙嗎？回到屋企，最重要嘅事情應該就係要做連結烹飪嘅料理。一度都是食唔到嘅，今日起原地挖開農村嘅米線。啊，你台北都沒有吃過那個絞肉了，對不對？吃絞肉很好吃。啊，對啊，沒有吃過這個啊，哈。算到準，飲下咩話教育教飯，本然拍個機下喺度飯，所以怪吸收慢慢嘅咸嘅味，醃咗機下，米是該足。五號順嘅米線16度，冇混雜太多其他嘅。炒沙爹比較好啊！因大家講說炒沙爹較好食。炒沙爹甲炒芋頭無共款啊，甜味無共啊，沙爹較香啊。對滷醬瓜嘅角度嚟講，有瓜皮冇瓜皮，前重要。瓜皮嘅米龍瓜滷起來，食到細細滾；冇瓜皮嘅米龍瓜滷起來，軟軟嫩嫩好落肚。肯定說啦，係啊。各有人愛，跟牙齒嘅健康長度有直接關聯。梅龍是做那菜頭啊、雞啊，嘛是同款攏落去滾，老媽嘛用無削皮，啊落起來較袂傷爛，爛起的時陣變雞啊皮脆脆啊，安尼啦，袂規個攏無，迄個口感較有迄個口感啦。啊若用爛的落過較無迄口感。各有各適合嘅菜式，可能愛口感，還係米絲。調油、米酒、糖跟甘草，提供瓜脯、濃濃嘅米絲，為本人食加一碗飯。像頭前講嘅，這硬我用削皮嘅瓜脯當面，再推勻對面有嘅米絲。
好多颜色香、米酒、跟豆油，表现是强势。这样嘅最经典嘅尝试，最尾再到香油，也係郭阿姨煮出嘅 ending pose。仲要煸出油跟香，表熱瓜皮嘅瓜脯。等瓜脯適到油軟化，歸家香菇落鑊。起鍋前倒米酒跟豆油，鹽糖過後，又一倒香油。對郭阿姨嚟講，香油一定重要。佢沙期做下嘅大鍋香，一出加上煎卵，係司機烤釀。瓜皮嘅瓜脯切油，倒入滑滑嘅雞唇，煎雞唇嘅調味唔會難，瓜脯、鹽、糖，還有片米粉。難嘅係用嚟跟雞唇煎嚟醬。蒜頭香香，就用瓜脯卵鋪滿鍋底，火控制到唔會差。卵慢慢地成型，外邊面膜郭阿姨上了一下。我是冰一块一块就好啊，不可以再很大块哦，哇哦，这样。趁你一降下，順勢撩起來，照他家嘅標準，算唔得成功。反正好看快看冇重要，好食就好。10份瓜脯煎卵挑戰成功一半，下一擺考慮炒卵。果子切盤係美濃瓜最單純簡單嘅食法。切空嘅美濃瓜，薄麥嘅油好，食材就做得。強調冇米式嘅美濃瓜粗大，後頭果跟火龍果帶來金黃跟麻嘅圖案，拍翅跟橄欖嘅醬，做出主觀式嘅甜酸醬料，華麗別薄。大家比较好，阮理事长伊家己种这梅龙瓜，算讲伊收到尾啊落，拢会捡转来，算讲吼拍算，因为迄拢算讲咱会头会尾有无拍起来，大家有闲的人有兴趣，就来遮服务安尼啦，抱着欢喜的心情来遮做。伊啊，做安尼好食无？爱讲哦。好食，好食。那个要帮食饭。客家料理雖然係強人講銷，不過高貴嘅顏料確實
係用嘢嚟帶出話題。行業即係客嘅生活跟文化，認識無共樣嘅客家料理。高春新对联，聪明调教满山遍，精密做饭瓜子筋，养成故意后思甜，立卡。梦中树相连，寒甜寒爱难一天。